指示啦，咁我哋嘅比賽咧係少於1分鐘咧就會即將開始㗎啦。好啦，嗱，今次咧亞洲越野錦標賽咧，我哋就唔會有倒數嗰個起跑嘅。咁我哋稍後嘅時間咧，就會係將個時間咧就會交翻俾我哋嘅法令員。So the race will soon start within 30 seconds, and we will pass the time to the official starter. 好啦，見到亞洲越野錦標賽2024女子組 U26公里嘅賽事亦都開始咗啦。同一時間，我哋將個支咪咧交翻俾葉啟德教練先，交俾你啦，葉教練。係啦，咁啊，大家見到個賽道咧就係3個圈嘅賽道啦。女子青年組亞洲越野錦標賽嘅賽道就2公里1圈，咁啊會跑3個圈嘅。期間咧就上落斜都比較多啦，同埋有啲障礙物。一陣大家睇到咧就會跑到去就見到㗎啦。咁大家留意啦，咁今次嘅賽事咧，國家隊咧就派出2位強手啊，房宇嘉同埋李媛啊。咁見到喺前面啦，一開始咧就飆咗出去先。咁睇下我哋嘅策略啦，因為長跑嘅策略咧，好多時正話我哋上一場賽事直播都講過啦。因為呢次嘅賽道咧就係唔係全平路嘅，大家咧都唔會睇住個時間去做嘅。咩叫睇住個時間做咧？譬如你跑全馬咁，你會睇諗住4分鐘1K 去進行啦。但係如果你喺呢度跑4分鐘1K，所用嘅難度咧就比平路高好多啊，因為個上斜多啦，同埋彎道亦都好多障礙。嗱，見到啦，一個急彎咧就要收油嘅，所以你同樣一個4分鐘咧嗰個消耗咧就會大好多嘅。當然而家佢哋嘅速度咧就應該唔止4分鐘1K 咁慢㗎啦。咁所以咧佢哋都唔睇其他對手啊，自己走咗出嚟先。可能教練嘅策略都係2個拍住上，走咗上去前面。咁亦都要留意下印度嘅選手咧，近年印度嘅長跑水準都好高嘅。咁男子組方面咧，跑5000米咧就14分內咧都唔少人可以跑到。咁女仔咧亦都好多可以跑到17分內嘅5000米嘅。咁而6K 嘅越野賽所要求嗰個邊一個距離嘅人咧係會比較有優勢咧？咁我睇咧就如果青年組嚟講咧，就肯定係跑5K 或者3000障礙嘅選手咧，喺呢個項目咧就會有優勢啲啦。咁相對調翻轉啦，如果一陣間到成年組，因為要跑10公里啊，10公里咧所消耗嘅體力咧就肯定多過平路啦。咁所以佢哋如果係自己10公里或者半馬係強項咧，咁對今日嘅賽道咧亦都係有利嘅。咁啊，見到咧，而家咧帶緊頭嘅咧，分別係有3位國家隊嘅選手啦。頭先我哋都提到啦，就係房宇嘉、李媛同埋索朗卓馬。咁啊，見到其實呢個跑道咧都唔係好闊㗎咋，因為可能同時間都係只可以容許到咧3位跑手左右。咁啊，見到緊隨其後嘅咧就係印度隊嘅選手啦。係啊，所以我哋就頭先都有講到，就係印度嘅選手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有實力啦。咁當然就係國家隊呢邊咧，就一路係帶領住呢個嘅第一組嘅位置啊。咁我哋睇翻我哋今次嘅香港隊選手咧，亦都分咗兩個集團咁啊。因為第一個集團一出咧就唔留手啦，就衝咗出去，好快嘅速度咁衝咗出去先。咁我哋香港隊嘅選手咧就喺第2個集團嘅。咁喺我哋選拔嘅時候咧，最快就係鄺子宇啦。鄺子宇咧就係中文大學嘅學生啦。咁之前咧都好遲先至玩長跑㗎，因為咧佢以前咧都係一個興趣跑下跑步機，咁跑下之後咧就開始好大興趣，就越練越投入啦。所以咧而家咧佢進步神速啦，佢10公里係唔使40分嘅。咁睇翻前邊啦，咁國家隊嘅運動員咧就2個應該係一個策略嚟嘅，大家拍住一齊上。咁而緊隨其後咧就
亦都有印度運動員啦，哈薩嘅運動員嘅。嗱，見到咧主車群咧啱啱經過咗卡板鎮啦。咁我見到暫時咧國家隊嘅策略都係領先緊啦，同埋佢哋平排咁樣跑咧，其實都有利於咧攔啲後邊嘅跑手跑上嚟喎。都係咁講嘅，不過咧就後邊調翻轉啦，後邊嘅跑手亦都係睇住你跑，你幫我帶路梗係好啦。因為今日幫我擋下風係咪啊？風勢都幾大下嘅。咁今日天氣都唔錯啦，26、7度啦。咁相對點解叫唔錯咧？當然長跑呢個溫度就唔係咁好噶啦。但係喺前幾日嚟講咧，好似尋日咧就破紀錄嘅33度喺10月尾都。咁如果係尋日跑咧就辛苦好多噶啦。咁今日咧落完雨之後，即係話因為有啲雨粉啊，即係話開跑前，唔知個賽道會唔會有啲跣啦？咁睇下佢哋嗰個發揮點啦。睇嚟咧就唔係好跣，因為唔會話轉嗰啲急彎咧就收油收太多嘅。咁喺度嚟講咧，就實力最高咧，即係報翻嚟嘅時間啊，就李媛啦。佢5000米咧就係16分14秒嘅。咁啊，印度嘅選手咧報翻嚟咧就17分30啊，咁啊應該唔止呢個時間，因為好多時報翻嚟嗰啲時間咧，大家唔好信㗎啦。即係我哋成日出去代表香港跑啲賽事咧，報翻嚟嘅時間好多時佢只係用當年嘅時間，咁但係咧大會就寫咗去 personal best 嘅時間啦，咁啊唔好理啦，所以時間就唔緊要，最緊要個戰略啦。暫時咧就大家都係穩守住先，第一圈咧唔敢話走得太快嚟拉開啲對手嘅。咁而家已經跑咗6分鐘啦，咁應該差唔多翻過嚟第一圈嘅時間㗎啦。如果係平時平路嚟講咧，應該佢哋可以跑到3分20或者10幾1K 嘅速度跑嘅，即係以國家隊李媛啊，佢有16分10幾嘅實力嚟講。但係今日因為個賽道越野關係咧，佢哋應該會慢翻少少，睇下7分鐘可唔可以翻到嚟第一圈啦。嗱，依家高空睇落去咧，就見到轉彎抹角同埋斜路咧都比較多嘅。應該轉埋呢個彎咧，就落嚟呢個第一次過翻嚟終點㗎啦。因為我哋經常喺學界越野賽嘅時候咧，就周圍走嘅。我哋啲教練咧，呢度山頭走，嗰個山頭走咧，就會睇到運動員咧，經常都見到你教佢哋點樣跑啊咁樣咧。咁除咗印度選手個時間幾好之外咧，哈薩克嘅運動員咧都唔錯嘅喎，有位運動員都係跑到17分11秒嘅。好啦，應該咧就差唔多翻嚟啦，係啦。就見到運動員咧，而家要跨過個障礙啦。個障礙咧就，所以頭先點解話跑3000障礙嘅選手咧係有利咧？因為佢哋都經常要跨好多個障礙嘅。咁見到第一圈咧7分40秒，亦都係國家隊兩位選手咧，暫時咧就應該係一個策略啦，大家拍住一齊做好個速度。正如 Lily 所講啦，會唔會成埲牆咁攔住你咧？因為條跑道都比較窄啲嘅，你要過去咧，又要兜過去咁樣過嘅。所以我哋見到我哋而家啦喺呢一個跑道上面咧比較窄少少，就有少少似環法單車。如果有多少少嘅團隊可以幫助嘅話，就可以攔住後面嘅運動員咯喎。咦？但係唔俾你攔喎，有人上嚟咯喎，擾亂翻佢速度啦。可能個教練咧會睇翻個圈速啦。見到第一圈翻嚟之後咧，應該會教路噶啦，喺度叫佢哋上去啦。冇錯，咁通常咧第一圈嘅比賽，大家都係即係試探下條路線啦，同埋咧即係用一個比較穩定啲嘅 pacing 去跑啊。咁啊見到而家第二圈咧，印度嘅選手咧好似加快咗少少，領翻先出嚟喎。睇落去咧就暫時大家都未發力嘅樣啊，因為我哋通常會睇佢話擺手啊，同埋個頻率步頻係咪加快。因為今日唔可以用我哋以譬如講渣打馬拉松，我哋會睇個 pacing 啦。啊呢1K 咧係3分10幾多分幾多分，而家睇唔到㗎啦。又係快咗慢咗咧，都要睇佢哋個動作啊，
同埋係咪突然間見到啦，國家隊突然間咧擺手快咗咧，又拉開少少啦。因為頭先佢哋轉完第一個圈之後咧，突然間減慢咗，所以印度嘅選手咧就唔等佢啦，就諗住追過去啦。一見到印度選手上嚟，佢哋又再上啦。應該一個策略咧，點都要做一個帶頭嘅部署嘅。咁我相信咧呢6公里嘅賽事咧鬥3圈咧，應該會係鬥到去最後尾一圈咧，先至分得出個勝負，都會見到可能佢哋臨尾咧都會係要用速度嚟為取勝啊。冇錯啊！而家長跑嚟講都好講求速度嘅，好多時跑到馬拉松啊，好似哈辛啦，大家有睇女子巴黎奧運會咧，都係臨尾靠速度爆贏人哋嘅。所以咧喺教練方面咧，好多時都會練佢哋活鍛嗰個尾程嗰個衝刺能力嘅。德教練，你講起哈辛呢個運動員咧，我覺得真係非常之特別，因為好少跑全馬嘅運動員又會咧報埋另一項競賽嘅賽事嘅，仲要係2項賽事咧都有攞獎喎。係啊，佢上一屆咧就1500、5000、10000，今年仲神奇5000、10000馬拉松，真係仲要全部都可以咁好成績嘅。所以啲人話咧，佢咧好似當咗以前中學生陸運會咁啊，報咗好多項目，但係佢係真係好勁，3個項目咧都可以，即係咁高強度嘅賽事都攞到獎。而家暫時見到咧，就國家隊嘅幾位選手咧都喺前邊嘅，就唔俾人帶。曾經咧就印度選手上去帶咧，佢都唔俾帶，咁啊繼續佢哋領住個團隊。嗱，見到個彎道咧就好急下噶，呢個彎轉完之後咧就又再差唔多朝住我哋個終點進發啦，因為我哋3圈賽事㗎。我哋今次亞洲越野錦標賽咧，亦都係有好多角度嘅攝影技術咧，俾唔同嘅觀眾咧，亦都係現場啦，或者喺網上都可以觀賞我哋呢場嘅賽事㗎。應該咧呢個路段咧，大家又慢咗啲啦，因為有啲斜路上嘅，上斜路咧一拖翻慢成個團隊咧就跟翻住佢喎，跟住。我唔怪減慢咗啦，因為要過啲屏障啊，咁啊大家減一減速先。其實見到咧現場嘅天氣咧，比早上咧都熱咗唔少啊，因為咧個太陽又出翻嚟啦。咁對於運動員嚟講咧，都係有一定嘅挑戰啊。係啊，正話曾經落完雨之後咧，就有啲清風涼翻啲啦。突然間一出太陽咧，溫度可能又上升咗2-3度㗎。咁睇下會唔會對運動員有影響啦？咁暫時前邊個局勢就冇乜變化嘅，國家隊隊員咧仲係帶住印度啊、哈薩克嘅選手啦。咁啊，李媛咧應該係高大啲嗰個304號咧就係李媛嘅，咁佢報翻嚟喺呢度嘅時間咧係佢最快嘅，同埋佢嗰個件頭都好夠啊，睇嚟嗰個腿部力量都夠嘅。咁跑呢個路段咧，我哋都提及過啦，最緊要個大腿力量、肌肉力量都要好足夠啦，因為斜路上上落落、上上落多啊，冇乜平路啊，要發揮嘅速度咧，可能係最後嗰200米先可以衝到啦。咁對面咧見到我哋中國香港嘅隊伍嘅選手咧，亦都去進行緊第2圈，準備翻嚟終點嘅賽事啦。咁見到國家隊嘅2位領先緊嘅運動員咧，分別就係李媛啦，另一位咧就係號碼布301嘅房宇嘉。咁啊，見到個太陽底下咧，就開始運動員就要挑戰佢哋嘅難度啦。除咗越野，亦都要喺太陽底下去進行比賽。
我哋頭先較早前咧就有少少陰陰地天啦，咁而家暫時嚟講有咁大太陽咧，對佢哋嘅體力消耗都好大喎，係咪啊，德教練？係啊，呢一度咧都考驗佢平時嗰個練習咧有冇喺呢個天氣之下進行啦。好似我哋正話都提及過啦，我哋啱啱去雲南高原訓練啦，佢哋有啲體校啲選手咧練習好犀利喎，點知啱啱去比賽咧就3000米慢咗成大半分鐘，原來佢話12點幾比賽啊，太曬咧就散咗啦，跑唔翻本來水平㗎。冇錯，其實而家現時嘅氣温咧都有28.2度啊，都幾熱啊，真係。咁啊，高空睇落去個賽道咧就見唔到平路啦，大家都睇到斜路多。應該咧第2圈都翻嚟㗎啦，差唔多。即係話第1圈咧7分30-40左右嘅速度啦，呢圈咧就唔見得快咗，大家都有所保留嘅。見到啦，幾位選手都翻緊嚟。見到佢哋咧一齊又跨過呢一個障礙嘅木框啦。咁佢哋咧即將會進入最後一個比賽圈。咁啊，帶緊頭嘅咧依然係國家隊嘅房宇嘉同埋李媛。咁喺主車群入邊咧，除咗有國家隊嘅運動員之外咧，亦都有印度嘅運動員啦，以及越南嘅運動員啊。係啦，咁佢哋嘅戰術咧就係2個輪流帶頭咁啊。國家隊2位選手，正話都提及過啦。咁印度嘅長跑咧就唔係話善男信女嘅，所以咧佢哋亦都知道主要對手係佢哋，而佢哋個策略咧都係盡量跟住。冇錯，你見到其實咧3位印度嘅選手咧跟住國家隊係跟得好貼㗎。咁啊，另外亦都有越南嘅選手喺後邊啦。咁慢慢呢一圈咧就加快咗，見到個明顯嘅速度咧，大家加快咗啦。睇下會唔會咧就邊個位置突然間加速啦？咁李媛個人最佳成績咧就報翻嚟16分14秒5000米嘅賽事嘅，即係接近破到16分嘅水準咧。喺呢度嚟講，青年組咧就好高水準㗎啦。咁啊睇一睇印度啦，因為佢報翻嚟我都唔係太清楚係幾多分嘅，咁就要睇下現場嗰個發揮點樣啦。因為出咗太陽之後咧，就大家都開始辛苦㗎啦。話跟到貼喎，睇嚟咧就暫時走唔甩。呢度開始望一望之後咧，就想發力上去啦。我覺得佢哋都應該會鬥到最後啊，真係難分難解啊！暫時就甩唔開嘅個距離都。真係甩唔開啊！睇睇最尾個衝刺啦。6公里嚟講，喺長跑嚟講又唔係真係好長嘅距離啦。咁而且佢哋都係一啲比較有速度嘅運動員咧，可能都係咧而家都係保持翻喺呢個位置，去到最後咧先至發力衝刺啊！好啦，仲有1圈啦。咁我哋港隊選手咧陸續進行緊第3圈嘅賽事㗎啦，睇一睇咧就翻嚟邊一個係最快先。鏡頭影住382呢一位運動員咧係嚟自新加坡。好，前邊咧就印度選手上嚟啦。咦，國家隊另外一位選手可能暫時落後翻少少，係咪李媛嚟嘅咧？李媛應該係暫時都係領先緊嘅，咁但係咧方宇嘉就排咗喺第3位。係啊，李媛而家帶頭嘅，印度選手就緊隨其後。你見到越南嘅選手都攝緊上嚟喎。係啊，都相當近啊，都睇下最後嘅衝刺啦。3個印度選手，2位就國家隊選手。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個位置好緊要，因為始終賽道唔係真係好闊啦。咁所以壓住而家前面嘅位置咧，都對於佢哋嚟講有一定嘅優勢喺度。絕對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嚟到後邊嘅階段，你要過人嘅時候咧，未必有足夠嘅位置啦，因為佢哋成埲牆咁攔住你咧，就
你要過去咧，又可能要等一等再上咧，就會遲咗噶啦。見到咧國家隊嘅兩位運動員咧，又喺翻最前面第一二位啦。都要睇後邊嘅衝刺啦，睇一睇。轉個彎之後咧，印度嘅選手又攝翻上嚟咯。佢依家未走得甩，佢哋咧就睇嚟都要最後嗰幾百米睇下個速度邊個高啲噶啦。應該真係好似我哋所講咁鬥到最後啊，難分難解啊！呢個路段就辛苦啦，因為斜路啊，上斜路啊，谷埋呢段斜路咧就冇耐就翻過嚟噶啦。睇一睇後邊印度選手會唔會追翻上去先？又過呢個卡板陣啦。嗱，你呢度咧過唔到人噶啦，肯定係排隊過嘅。咁過埋呢度就有力嘅話，一定要呢度發力上噶啦。咁啊，見到咧就已經跑咗20分咧，應該差唔多轉個圈咧就過到嚟終點嗰邊噶啦。睇下大家衝刺能力邊個強啲。咁印度選手沿途都係得跟住喎，唔肯帶頭，唔肯上去喎。會唔會後邊咧就先至再發力咧？睇下呢度。好多時嘅長跑比賽都有呢種情況嘅，就係跟住第一名嘅後邊啦，又揾佢擋下風啦，係咪？跟住臨尾咧先至衝刺衝上嚟。但係喺呢個路段就會有啲難度咯，因為未必攝到啊。因為係啊，你會俾人頂住你咧，你要再上又要用力啲啦。而家見到咧，印度咧就跑剩一個選手啫，反而越南選手咧跟住後邊。李媛咧就304號，佢件頭啊比較大啲，比較大隻係啊，速度估計都唔會太差嘅。咁你見到其實國家隊李媛同埋阿房宇嘉嘅身形咧都比較大㗎，咁所以其實佢哋要攝上嚟都有啲難度。房宇嘉好似褪咗後邊少少喎，而家第3位啦，去到咧就有啲麻煩啲有啲牙煙啊，好難追啊，因為嗰個路段上落落又窄咧。因為似乎而家嗱，應該落去呢度就差唔多到㗎啦。大家要睇個終點位置啦，現場差唔多衝刺㗎啦，轉2個彎就到㗎啦。哇！我哋穿過呢個樹林之後咧，就睇一睇出到嚟邊位運動員係帶頭啦。帶緊頭嘅依然係房宇嘉，咁啊第2位係印度嘅帶緊頭嘅係國家隊嘅李媛，咁啊第2位咧係印度嘅運動員，第3位係房宇嘉。冇錯啦，李媛咧就睇嚟，正話都講過啦，佢個身形應該個速度上咧會高啲啊。大家鬥尾段咧，佢應該有啲着數嘅。佢由頭帶到尾喎，會唔會捱埋最尾一段路咧？轉埋彎就知道啦。但係印度選手咧，因為一路咧都係跟住佢哋嘅，應該慳咗啲力㗎啦。會唔會後邊200米再追咧？哇！睇嚟就追唔到喎，真係好有力啦。我見到個個運動員而家都已經發力咁衝刺啦。正如正話所講啦，最後個山頭要發力㗎啦，唔會去到見到個終點發力已經太遲㗎啦。好，睇一睇啦。最後一個障礙嘅位置。咁啊過埋呢一個障礙咧，就已經係直衝到終點㗎啦。衝埋呢度就到㗎啦。咁2位國家隊選手咧，會唔會1、2名咧？咁啊，李媛跨過咗障礙，咁啊第2位咧，暫時係印度嘅選手房宇嘉，可唔可以追到上去咧？房宇嘉盡量追翻上去啦，國家隊加油啦！睇下最後衝刺追唔追得翻上去先。好，恭喜李媛咧，以22分56秒衝過終點。第2名衝過終點嘅運動員係印度嘅選手，第3名係國家隊嘅房宇嘉，第4名亦都係印度運動員喎。緊隨其後係越南嘅選手。好啦，恭喜晒李媛啦，由頭帶到尾啊，可以講。咁佢都好有信心啊！一開始就帶頭。咁啊，另一位國家隊嘅索朗卓馬亦都衝過終點啦。當然，我哋繼續要緊貼住鏡頭，因為後少少嘅位置咧，繼續有我哋中國香港隊嘅運動員係衝翻嚟終點位置㗎啦。
冇錯啦，睇下香港隊嘅選手邊個最快先。即係睇咧，鄺子宇咧就領先嘅。睇下轉埋呢個彎。